而家喺珠海市講緊5萬蚊首期，月供咧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攞低我哋呢個自帶一個8路天然湖，出門口就係露營基地啦。而且我哋自帶呢個運動場所嘅，喺呢度講緊8到10分鐘嘅車程咧，你就可以到達萬達廣場啦、大信新都會、富源廣場。出門口咧，小學、中學啊呢啲9年義務教育全部都係有嘅，可以講係一個書包房嚟嘅。呢個位置咧，入住率亦都相當之高嘅，我哋可以睇到。珠海第5人民醫院亦都係8到10分鐘嘅車程，你就可以到達啦。配套非常之完善，而且生態環境非常之舒適。呢個位置咧非常之適合我哋港澳人士退休養老。呢一度咧40分鐘你就可以返到港珠澳大橋，直通巴士直達香港市區都係1到2個鐘頭嘅時間啫，非常之方便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上基礎信息。項目名稱叫做星河湖山春橋，地址咧喺珠海嘅西區斗門，約34萬平方嘅湖山大本，佔地面積13.4萬方，建築面積34.58萬方，容積率係2.48%，綠化率35%，規劃戶數約2000戶，3期嘅新規戶型分別有86平方嘅3房2廳2衛，99方、116方、126方以及139方嘅4房2廳2衛。物業公司咧係星河至善物業，管理費2個9一方。你估都估唔到咧，嗱，上到嚟樣板間咧，你估到而家喺珠海8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個真係大平層嘅即視感。其實單價平唔係重點，仲要有一樣嘢就係佢嘅實用率非常之高。我哋由門口睇起呢個戶型咧，126平方嘅戶型，非常之靚仔。嗱，入戶嘅實木大門啦，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再入嚟第一間房就係我哋嘅兒童房，作為書房去使用都冇問題嘅。呢一個咧，足大概有8個平方左右噶啦。作為兒童房係非常之足夠嘅，你可以做入戶門廳啦，一 set 嘅一啲入戶嘅門櫃。哇，最驚豔嘅係呢個廚房，廚房126方咧，真係可以俾到你成個150方嘅大平層咁樣嘅即視感嘅。你同時容納3到4個人都係冇問題嘅。而且做咗個 LDKG 嗰種新規住宅嘅設計啦，做呢種半開放式嘅趟門喺度，你可以平時咧收埋呢道門咧，就可以將成個廳、飯廳呢一個客廳全部用埋一齊，非常之舒服。呢一度咧可以出嚟開間嘅話，大概4米幾啦。出到嚟呢個陽台亦都係相當之誇張嘅，全7米嘅尺寸。哇！呢一度一線嘅景觀，呢度我哋而家喺2樓嘅高度啫。再高少少咧，望得更加遠，已經望到少少呢一個天然嘅8路生態湖嘅湖景，相當之舒服。入面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另外一間房嚟嘅，將佢融合埋一個廳嗰度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我哋再翻入嚟。